那听到经典的名曲《和爱丽丝》，就知影本色车要来了。啊，这个花莲市讲话采用歌手孟庭苇所演唱的改编的版本，要陪市民到本色。听到这音乐声，就知讲本色车来啊！花莲市将这个老调新弹，和本色车有全新的音乐。音乐人柯尚德将贝多芬出名的《爱丽丝》重新改编，和歌手孟庭苇来唱，响遍花莲市的大街小巷。早期本色车为德国引进的是车顶就和《给爱丽丝》的旋律，嘛有这首曲意外传遍街头巷尾。甲另外一首《少女的祈祷》作为陪伴民众做伙等本色车。我还是喜欢少女，还是喜欢少女祈祷哈。新的也不错，新的也不错，新的也蛮好的。到垃圾的我们乡亲朋友们都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音乐。12月11日嘛是乐圣贝多芬250周年的诞辰，花莲市政府希望讲透过改编这首歌曲，向贝多芬致敬，嘛，让音乐大师更加接近民众的生活。